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利用他们的首次正式会谈，讨论了对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军力关切。拜登和岸田文雄还讨论了香港和东突厥散的局势。拜登一再批评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在东突厥散压制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两位领导人在80分钟的会谈中用了相当的时间讨论围绕中国的议题，包括对中国加紧威胁台湾的共同关切。中国几乎取消了对立陶宛产品的购买，这是对后者决定允许在首都开设台湾代表处的决定。除了降低与立陶宛的外交级别外，北京还对维尔纽斯采取了强制性经济措施。根据中国海关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立陶宛对华出口下降了 91.4%。上个月来自立陶宛对华的出口额为340万欧元，而去年同期为3800万欧元。北京已经将立陶宛供应商排除在其市场之外。美国宣布制裁3家中国军工企业，中国外交部回应称这是典型的霸凌行径。美国联邦纪事网站发布文件称，美国政府决定于当地时间1月21日，以从事导弹技术扩散活动为由，宣布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4院及保利科技公司3家企业实施制裁。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中国正在将争议不断的东突厥散地区描绘成蓬勃发展的冬季运动产业目的地。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声称中国对当地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但许多外国公司还是争相参与其中。在很多官媒对东欧的相关报道中，马拉着雪橇经过白雪皑皑的木屋的画面与测试赛中滑雪选手竞相驰骋的镜头相交织，似乎这个引发争议的地区是冬奥会的一部分。白宫宣布，美国对沙特侵犯人权表示担忧，但停止向沙特出售武器的问题目前不在议程上。荷兰政府已宣布将看好乌克兰的武器需求。荷兰新任外交部长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谈到了俄乌危机。他解释说，如果乌克兰要求武器，荷兰政府会积极看待。萨尔多瓦总统访问土耳其期间，在社交媒体上以幽默温暖的土耳其语发文，赢得了土耳其追随者的关注和敬佩。那一部是中美洲国家萨尔多瓦总统首次访问土耳其，在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他在推特账户上分享了5条土耳其语信息。